第一題係西瓜售出153減26等於127個，就係呢個菠蘿。西瓜比菠蘿少26個啊嘛，咁佢減翻呢個就知西瓜個數量係咩，所以答案係127個。我已經知道你有咩諗法。問答比賽中，2A 班有380分，2B 班的分數比2A 班有多160分。2B 班有多少分？2B 班有380加160等於540分，因為佢話2A 班係380分啊嘛，佢話我已經諗到啦，比就係咁樣。2B 班比佢多喎，即係比之前面呢個數啦，所以呢係380加160就係個答案啦。一張100蚊紙幣可以換幾多張20蚊？就係5張啦，因為呢100蚊呢20即係2、4、6、80係120啊嘛，20，所以係5張。都數到即係2乘幾多等於10，再乘10咪等於100咯，咁咪好easy解到。2張50元紙幣可換成幾多張10元？50蚊2張，即係50加50等於100，100呢可以換到10張10蚊嘅紙幣嘅，因為嗱50呢10呢乘10等於100，所以係咁樣嘅。呢個時鐘幾多點呢？你首先睇11點24分 AM 即係代表上午，所以係11時24分。呢個呢 PM 喎，咁即係下午6時40分。圖中有幾多個行？幾多個角錐？幾多個錐？幾多個角錐柱？幾多個圓柱呢？首先睇睇幾多個球啊？唔好以為呢啲係球喎，因為見唔見到呢啲平面呢？其實唔係呢個呢，見唔見到佢有棱立立，即係佢咯，成個圓咁樣呢，冇邊嘅，即係冇，所以係一個球，兩個角錐，角錐即係呢啲。見唔見到啊？一個、兩個，佢哋有好似三角形，唔係圓嘅，所以佢哋就叫角錐啦，即係有兩個。一個圓錐即係呢個啦，圓碌碌嘅肯定係佢啦。4個角柱喎，即係呢度一塊嘢見到啦，呢度一塊，呢度一塊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呢度一塊，呢度一塊，呢度一塊，呢度又一塊，即係1、2，佢哋加埋呢唔係4條，你見唔見到連住㗎？所以佢哋係1條、2條、2條加1條係3條，3條嘅數呢，你見唔見到呢個圓錐下邊呢個？仲有依嚿嘢，佢都係角柱嚟㗎，因為佢擺到有角。4個圓柱呢，即係依啲啦，依啲，佢哋可以擺到嘢。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